And whenever I need your help, I count to 5, 3, 4, 5. I see your face. You're the only fox in town who knows how to laugh and love. And I think that you're so special. It's not obvious that you're around. So if you think that I forgot it's your birthday, let me fix your mind. Now I can bring you the moon, but I can sing a song of love. And if you'll ever feel lonely, don't worry, I'll be on your side. 'Cause you're my best friend forever. I wish you all my best regards. You're so beautiful and brave. That's how I see you every day. You do magic with your hands, or you can build an aeroplane. You're the only boy in town who has love for everyone, even to the passion fruit tree around the corner of your house. So if you think that I forgot it's your birthday, let me fix your mind. Now I can bring you the moon, but I can sing a song of love. And if you'll ever feel lonely, don't worry, I'll be on your side. 'Cause you're my best friend forever. Wish you all my best regards. 'Cause you're my best friend forever. I wish you all my best regards. 'Cause you're my best friend forever. Take me in your arms. I don't want to miss a day without you. Let's stay young forever. There is nothing we can't do. And nothing can break us apart when we're together. Facing the sky, we know that we can fly on the wings of love. And we can climb on every mountain top. I never knew eternity was real till I met you. Since that day I live in a dream. I live in a dream. Baby, you're my angel. I'll do anything to make you smile. With you, I'm in heaven. When you kiss me, I turn to a star. And nothing can break us apart when we're together. Facing the sky, we know that we can fly on the wings of love. And we can climb on every mountain top. I never knew eternity was real till I met you. Since that day I live in a dream. I live in a dream.
怎么那么多玩具啊？啊，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江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江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超重！啊，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远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啊，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啊，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就是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超级喜欢的，就是我们的蜘蛛人，他自己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对，他愿意把自己的能力出基督，学习他顾全大局，才不会让老师操心。团队是团体作战，当要4岁，团体的最大利益。你在哪里？你很祝福你，让你像蜘蛛人一样。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圣诞欢乐颂，开箱惊喜圣诞礼物。我是美味蟹堡，我是阿月。今天啊，我们也是要来开隐藏版的哟。哇，怎么那么多隐藏版啊？哦，当然喽，越多越后面可能越精彩。就是大家一定要每天都要锁定我们8点的活动。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开箱最帅。这次好像我听很多人反映，好像蛮喜欢的，很多人哦，而且非常受欢迎。他真的很受欢迎。然后尤其是在他就是那时候卡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里面最热门的角色。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当然就是我们最帅的五条悟。他就是在里面是一位老师，然后他的学生就是主角们的，像我们前几天开的那个叫什么五藏悠人，也是他的学生之一。然后啊，五条悟之所以那么的，就是帅气，让大人小孩都非常受欢迎的角色，我猜应该就是他有一种神秘的感觉，然后那个眼罩永远都是戴着，然后又很强，什么都会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就是他永远啊，就是非常的信任学生，然后用他自己的 tempo， 然后就是非常的让学生自己去发挥，尝试挑战。对，就是给很多学生机会，然后当需要在适时的，就是拉一把的时候，他就会及时的出现。对耶，关键的时候，好像就是他们学生真的打不过的时候，他都会跳出来，然后哇，以1敌10的那种感觉，哇，然后就直接拯救大家。对啊，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老师，或者是你自己也是一位这样子带领，就是大家的一个心灵老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都是彼此，或者是身边朋友的这种角色。我觉得非常的，就是他这个角色设定非常酷。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盒子，它这盒子啊做的就是跟他的衣服一样是黑色系的。
然后还有他的头照，然后画眼面就是可以直接看到它里面的样子，然后它的背景是呈现一个就是有点水墨，然后喷漆的一种感觉，而且很特别的是它的字体啊，都有一种我觉得很像书法。嗯，对啊，那我是看他的这个整个外观啊，就觉得真的是有点潮啊，有点蛮帅的。然后他这个动作是他这个动漫里面他经典的这个动作，他其中一个招式，相信大家一定比我更清楚，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这个卡通的迷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直接看到它的里面的本体啦，大家最期待的部分。好，怎么只有下半身呢？那个是这个裤子啊，因为它里面就是分成3个等份哦，就是它的裤子啊，跟它的这个底盘。那我先这样子感觉给大家看比较仔细哦。你看它的裤子啊，整个它的轮廓啊，跟我们真人一样，因为它都是全黑的，所以说其实没有说非常大的特色，但是它就是完完整整呈现它动漫里面的样子。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啊，它裤子就是裤子该有的那个色泽，是雾面的，有吗？但它的皮鞋啊，它很厉害，都是有把那个亮面，感觉像刚擦好的一样，刚擦好的皮鞋，非常的亮，非常的光滑哦。然后它就直接这样卡榫卡在这上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直接像这样子组装上去就好了，非常的简单，有没有？非常简单，然后就可以呈现它在刚刚那个盒子上面的那种感觉啊，对吧？我觉得他站姿实在太帅了吧，会不会太帅了？而且你看他很高很高，又瘦又高啊 ，model 怎么那么好看？然后他全身就是黑衣服这样子，然后可以看到他这个下面这边呢，那个就是蛮黑的，它就是一个这个圆圈圈，对，衣服这样子，然后真正的卡榫在里面，所以要卡紧一点点哦。我这边只是大概这样插上，大概只是这样插上去而已，所以说我刚刚拔的时候比较容易哦。那回去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用力的稍微压下去，这样卡的就好。而且啊，它在外面虽然说是有点黑色，其实啊，我在这边看起来，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出来，它是有点紫色的那种感觉哦，紫色的光泽。然后它衣服里面的那种内衬的那种感觉啊，都是紫色的，有没有？很赞。而且我觉得啊，我第一眼被它最惊艳的是什么？它的头发呈现非常大，感觉它成本的制作的那个经费啊，都花在它的头发上。它这个感觉一根一根雕的啊，你看，一根一根，超级细的啦。我前几天开的5条悟，不是开的那个虎杖悠仁，好像都没有这么细耶。它的那个头发，有没有？因为它为了呈现这个飘逸的感觉啊，让它这种生动的那种像画那种动画的那种，因为大家知道在看漫画，飘起来，对，漫画那个线条很重要，它特别强调了它这种线条感，有没有？真的是非常的棒，这种呈现。然后啊，它的这个头罩啊，眼罩就把它这样遮得好好的，就是呈现它里面的样子。应该大家都知道它里面眼睛长怎么样，但不过这个眼罩就是不能脱的啦。对啊，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固定这个形态的这个公仔，而且它连那个衣服就是自然的那种皱褶都有做出来。哦，对，你看它皱褶真的是很多很棒，而且会反光，很棒，对，非常的自然。然后我还是觉得啦，我以前啊都会尝试着去临摹，对吧？我以前好像说，我都画那个漫画，不是都是照着那个图这样去画嘛。然后一直就是图片放旁边，对，图片放旁边。然后我觉得，喜欢画画的小朋友真的可以像我，因为我以前去上美术课嘛，都是把一个那个雕像或者是什么水果啊放在前面啊，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练习画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促进自己画画的方式，不错对啊，像我现在做导演嘛，画分镜也是非常的重要，有用到了，对，真的。所以说你在学习画人物的时候，你们看啊。它这个人物线条啊，今天我们这个5条悟的人物线条真的是非常的棒，非常适合当做那种参考。对啊，以前我们都是画水果，真的，现在画动漫角色，哇，有够帅的。然后它又不会动，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皱褶都可以一笔一线来去练习。我觉得这是蛮好的。那我觉得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影响力，就像5条悟一样，对，然后可以不知不觉的影响到其他的人，因为我真的是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影响力，只是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然后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分享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Hello， 大家好。这个5条悟我也很爱哈，有太多人跟我讲5条悟很帅的原因是他我行我素，是这样吗？
有人跟他一样我行我素的，请举手。哇哟，很佩服哈！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无习这个我行我素哈，但有人这个我行我素是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哈。我想这5条悟就是这样子。今天在圣经里面哈，它也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原因呢哈，就是圣诞就是有一个小婴儿出生他叫做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出生跟我们一样小婴儿为的是他将来长大到30岁的时候要来替换我们。何以要来替换我们呢？他不怕被人家唾弃他不怕被人家背叛，他不怕被人家讨厌，他竟然就是要为了爱我们因为我们这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不可爱嘛，觉得自己不可爱的请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吗？没有人举手上好，那只有音乐牧师自己举手我有时候我小时候人家都叫我这个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我的名字应验是这样来的不是这个美好的应许会应验，不是是人家觉得我是很让人家讨厌的。那这个耶稣他长大之后让人家讨厌的原因，就是他都是讲真话他为的是要替代我们替代我们受罚就像这个5条悟也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但他我行我素，其实这个讲的比较难听一点，其实是他心中有一把尺，他觉得这样子可以让他的学生学到一些东西那耶稣也一样比5条悟更做得更多他甚至替我们死，有谁愿意替你死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都会死但是在这个最后有一次生也会有一次死。那如果你有看过《与神同行》那个韩国的这个电影，你就知道在人在死之后，只有身体毁坏，我们的灵魂其实是会去到我们看不见的世界，而在那个地方是要审判的每一个人有一次生会有一次死。那审判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我们该被刑罚的，被鞭打然后我们该死的，但是这位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错，跟你我一样，从小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从天而降，我就是好我来替你们受苦，没有，他跟我们一样从小就受苦，从小要被喂，从小在这个很无能为力当中，甚至从小被人家霸凌，甚至从小长大之后还被人家唾弃，被钉在十字架上，都是甘愿的。重点是他要替我们死，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他才能替我们死那他是心中有一个想法所以不能说是我行我素，但是他却替代我们受刑罚好，那音乐牧师今天要把这个5条悟送给大家，也是个提醒因为我们有时候被人家讨厌的时候不是只有耶稣5条悟这个角色也一样。那我们被讨厌我们被唾弃，有没有是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原因？我这个人就是很白目我这个就很机车，而且是250以上的不是100cc 那种的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只有6位，因为昨天太多人，我们时间超过太多，其实现在可能时间也会超过我们只有6位你如果想要分享你被讨厌的是什么原因？好，那谁替代你？好，你就在留言板里面打8，不是举手，留言板打8，只有前面6位，留言板要打8，我们才能够要6位对，然后就像圣宗一样是第1位前面6位，你要在留言板打8。好，如果已经有了，我们要先从圣宗，请你来分享，你有没有被讨厌过什么原因？来，请说，请开麦克风。之前当主管的时候还蛮容易被讨厌的，对，那个时候还不懂做主管，其实有时候心态上面不能太自我，对，就往往只以自己的出发点、自己的业绩考量为优先。那其实做业务可以，但做主管不可以。做主管其实应该是要考量到全体大家的意见，
嗯，对，那是那个时候是有忽略到。是，所以你有学习到哈对，有。其实就是被讨厌是一定有重要原因哈为了更重要的原因啦哈。好，那谢谢你的分享。第二位 HSU， 请说，请开麦克风。喂，有，请说。应该是国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有分组做报告，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发表意见群，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跟大家说，就是用我写好，用我的意见就好了，其他的意见我都不听这样子。然后原来你跟我一样机车的哈。大家会反弹的。是，所以你那时候是有所重要的原因，有所坚持。坚持没有，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自己的意见就是对的，就是别人都是错的这样。只要别人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一样，别人就是错的这样。现在呢？现在就是现在就会去聆听别人的想法，然后大家再去讨论出一个最佳的结果这样子。我喜欢现在的你。好，谢谢你的分享。好，下一位启修，请开麦克风。然后启修的下玉珍要请预备。好，请说。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以前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开始是会觉得说什么是正确的就会去做，那也是为了公司最大的利益，但就是会因此会得罪一些人，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以前别人都不是这样弄，为什么你要特别整我那种感觉，对不对？都不了解你。对啊。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其实就会比较有一个力量哈，是。对。所以你现在也还会有所坚持吗？还是会有所坚持，但会多一点点那种人性，多一点考量，更周延，平衡点这样。是很好，有智慧的人哈，谢谢你的分享。好，那下一位许玉珍。因为我跑步跑得很快，得到金牌，别人没得到，所以他就很讨厌我。哇，嫉妒你了哈。那你那时候怎么办？不理他们哈，坚持还是努力跑，对不对？OK， 好坚持我喜欢哈，只要是对的事情，我们其实是可以坚持哈，但我们态度也很重要哈，不要骄傲啦哈。好，来，我们再下一位好吗？下一位是钟燕，是不是？钟燕。钟燕，请开麦克风。是我。好。那个我1年级就一直破坏那个别人的游戏，然后别人就很讨厌我，然后看到我就跑走。然后我1年级就一直哭，然后妈妈在我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说，然后妈妈跟我说怎么改进。后来2年级就交到朋友。所以你已经知道哈，不能只顾自己，对不对？我行我素要有重要的原因，而且是要对别人有帮助的，对不对？不是为了自私自利，对不对？自以为是的。好，谢谢你的分享最后一位，我们请怡婷开麦克风跟镜头，谢谢。嗨，大家晚安，我是帮齐燕医生举手，来，帮齐燕打来。小医生，你说你什么时候会被人家讨厌？你刚刚有说，来跟大家讲，什么时候人家跟你怎么样？我不想跟人家交换的时候，人家就很讨厌我。是哈，所以你可以表达哈，因为你有自主权哈，那。你可以跟他说我温和坚定的跟他说我没有要跟你交换即便你讨厌我，我还是不跟你交换好，那我们只要最重要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
好坚持哈我们可以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哈，其实这个也是对方可以学习的哦哈只要我们的我行我素是有重要原因，是大家都可以获利的哈，是不是因为自私自利也不是因为自以为是的哈。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么我们就来抽签了好吗？就这6位就这6位请我们的同工也6位，也请大家这6位刚刚分享的再看一下你的名字有没有在里面，有吗？名字有没有在里面？第一次确定哦。好，第二次确定是不是都有在里面了？就我来看是的哈。好，第三次确定都有在里面哈。如果没有，请你举手提醒我们，因为昨天有发生过这个没有的哈。好，那我们就预备哦，开始来转盘。5条物要送给谁呢？哇，许玉珍，恭喜你，恭喜恭喜！在哪里？请开镜头，请开镜头。我们要给你定格一下，好不好？你要不要发表一下你的感言？你很幸运呢，你已经第2次，你上次说你都没有得到，但你已经第2次得到，对不对？很好，好，恭喜你！来，大家，我们明天呢？我们明天还有更精彩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知道吗？哈，这个好，那我们就明天同样8点见哦。祝福大家，明天见！明天的公仔也很厉害的哦，哈，拜拜！上帝祝福大家，晚安，明天重新得力哦。OK， 祝福大家不会被讨厌。即便被讨厌，也是有重要原因可以完成那个重要原因的祝福，拜拜。Hanging lights on the front door, it's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Pull a wreath out of cardboard, it says everyone is welcome here. 好亲爱的同工，因为我还要去那个安慰礼拜，这几天都很忙，明天也有一个安慰礼拜，所以我等一下要赶到7楼哈。好今天这样可以吗？可以，很棒。好 ，OK， 好，那太好了。那我们今天都没有真的，其实我看到大人都很失望，这样，真的。有是已经看到很多条没中。有的人就是特别幸运呢好，那我们真的要加油，就是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多人报名呢，竟然有100多少人哈，英鲁